Safe Cantonese 義工組織推動美國粵語傳承。大家好，我叫吳思俊，我個英文名係 Kenneth，我美國出世長大，係一個 Safe Cantonese 嘅義工。你哋嘅使命係咩呢？ Safe Cantonese 係一個致力於台共同保育粵語言文化嘅國際運動。我哋支持本地嘅粵語項目，令到世界上嘅離散粵語群體聯結，令到而家通種類嘅人都可以從一個講粵語、學粵語嘅習慣中受益。點解要做呢個呢？我參加 Safe Cantonese 係因為希望令更加多人關注粵語言文化，粵語係我身份認同嘅一部分。我從個中開始就一直努力去傳承我父母帶嚟美國嘅文化。我聽好多粵語歌，新嘅舊嘅都聽，仲當中表演各種粵語歌。你哋做過啲咩項目？ Safe Cantonese 曾經贊助好多個美國大學教授粵語課程，包括教授大學柏克萊分校、斯坦福大學同三藩市城市大學。我哋幫斯坦福大學爭取到粵語課稅嘅捐款，令斯坦福可以重啟教授粵語課程。我哋推動做舊金山城市學院設立第一個粵語課程證書，係美國歷史上4個學院第一次有粵語證書。我哋亦都幫助一啲美國本地小學保持粵語雙語教育，尤其係三藩市嘅公立學校。目前我哋推動間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關注粵語。你哋需要咩幫助？我而家係 Safe Cantonese 嘅社交媒體主管，主要喺 Instagram 度推廣我哋嘅使命。如果你關心粵語文化又想幫手，歡迎睇下我哋嘅網站 safecantonese.org， 仲有再用我哋個 Instagram。如果你想報名做義工，都可以去我哋個網站度了解。仲有訂閱我哋個 Instagram， 可以隨時了解我哋嘅最新動態同活動。多謝晒你哋。支持我哋 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。